耶穌是善牧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凡不由門進入羊棧，而由別處爬進去的，便是賊，是強盜。由門進去的，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門的給他開門，羊聽他的聲音，他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，並引領出來。當他把羊放出來以後，就走在羊前面，羊也跟隨他，因為認得他的聲音。羊決不跟隨陌生人，反而逃避他，因為羊不認得陌生人的聲音。喺巴勒斯坦，有啲羊棧係喺山邊以石頭築起圍牆，等羊群夜間歇息；亦都有啲喺一間屋嘅前院安置羊群，同樣係用石牆包圍，保護羊群免受野獸侵害。一個大嘅羊棧可能同時容納幾個牧人嘅羊群，所以一個牧人攞返自己嘅羊嘅時候，就要作出識別，按着名字呼喚自己的羊。呢度話牧人把羊放出來，放出來嘅原文有驅趕嘅意思，隱約表達羊嘅無助，往往要牧人喺旁邊推佢，先至能夠通過羊棧嘅門。牧人要將羊帶到草地牧放，所以走喺羊嘅前面，等羊群跟隨。跟隨喺福音由只因信仰而追隨耶穌，比喻嘅寓意非常明顯。耶穌係喺度講佢同門徒嘅關係。耶穌解釋牧人嘅比喻嘅時候，清楚表明佢係一個點樣嘅牧人。我是善牧，善牧為羊捨掉自己的性命。傭工因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一看見狼來，便棄羊逃跑，狼就抓住羊，把羊趕散了，因為他是要傭工，對羊漠不關心。我是善牧，我認識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認識我，正如父認識我，我也認識父一樣。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。耶穌係善牧，因為佢冇存在一個理想嘅牧者嘅條件，認識自己嘅羊。認識唔單止係叫得出羊嘅名咁簡單，更係閃族語係所指嘅人與人嘅聯繫，最終趨向合一同埋共融。善牧耶穌同佢嘅羊嘅關係係咁密切，佢唔單止會冒生命嘅危險保護羊群，更會義無反顧咁樣為羊犧牲自己嘅性命。我還有別的羊，還不屬於這一棧，我也該把他們引來，他們要聽我的聲音，這樣將只有一個羊群，一個牧人。按若望福音嘅敘述，耶穌主動走到撒瑪黎雅，歸化唔少撒瑪黎雅人，之後亦都接觸嚟自希臘嘅外邦人。佢申明自己係世界嘅光，唔單猶太人，連外邦人，即係別的羊，亦都要領受佢嘅恩寵。耶穌身體力行，將外邦人引到以色列這一棧。父愛我，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，為再取回他來。誰也不能奪去我的性命，而是我甘心情願捨掉他。我有權捨掉他，我也有權再取回他來。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。呢兩節嘅說話，一方面注釋咗第15節嘅一句，我並且為羊捨掉我的性命，同時突顯咗16節所描繪嘅一牧一棧嘅情景，全賴耶穌嘅死而復活嚟成就嘅。耶穌話：父愛我，因為我捨掉我的性命，唔係表示耶穌嘅自我犧牲係父愛佢嘅條件，只係父與子之間嘅愛係咁深，耶穌願意完全遵從天父嘅旨意，甚至係到服從至死嘅地步。所以耶穌話佢係甘心情願犧牲，同時指出呢個係我由父所接受嘅命令。
耶穌喺最後晚餐頒布俾門徒嘅新命令，亦都係愛嘅命令。如果門徒遵守呢條命令，就會流傳喺耶穌嘅愛之內。換句話講，如果門徒愛耶穌，就係遵守佢嘅命令。門徒有絕對嘅自由遵守耶穌嘅命令，就好似耶穌係完全自主咁樣回應父嘅命令一樣。